天水圍曾經被形容為悲情城市，幾十個街坊就向到訪嘅唐英年表達唔同嘅訴求。有街坊請佢食自家製嘅糖水，同埋送贈居民嘅小手作。街坊話天水圍被領匯街市同埋超級市場壟斷，物價高漲，要求增設食環署街市。唐英年話要尊重城規會嘅決定，同埋協議上要保障個別發展商嘅商業設施，但佢強調反對任何形式嘅霸權。我講過咧，我係反對任何形式嘅霸權嘅。因為任何人士，如果係佢用佢嘅市場嘅優勢嚟作一啲不公平嘅競爭咧，呢個係唔應該，社會係唔應該接受。唐英年月底前會正式宣布參選，佢唔認為特首選舉係取決於地產商。我相信咧，發展商唔會有咁大嘅力量。就話咧，發展商支持邊個就可以成功當選成為行政長官，因為咁樣咧，你係唔尊重選舉委員會嗰1200個其他嘅會員。唐英年話：天水圍社區係缺乏商業競爭，所以呢度嘅物價咧係比較高。佢就話贊成喺天光墟呢個地方咧可以發展市集，希望可以引入市場競爭，拉低物價。唐英年到天水圍天悅村聽幾十個街坊訴苦水，就呢啲車仔檔都好貴。話題圍繞物價貴、就業困難等嘅問題。居民將訴求包裝成禮物送俾唐英年，要求佢落實區內嘅回收再造業。我哋天水圍啲街坊又要佢簽支票，承諾落實訴求，但唐英年話礙於選舉條例唔可以簽。唐英年承認天水圍嘅規劃出錯，住宅太多，經濟活動太少，令到物價高昂，但佢冇回應呢個係咪地產霸權嘅後果。我係反對任何形式嘅霸權嘅，因為任何人士，如果係佢用佢嘅市場嘅優勢嚟作一啲不公平嘅競爭咧，呢個係唔應該，社會係唔應該接受。唐英年又話限制租金並唔可行，必須要引入競爭先至可以降低物價。又話唔相信只要討好地產商就可以選到特首。發展商唔會有咁大嘅力量，就話咧發展商支持邊個就可以成功當選成為行政長官，因為咁樣咧，你係唔尊重選舉委員會嗰1200個其他嘅會員嘅。我會得盡最大嘅努力，爭取每一個市民嘅支持嘅。李嘉誠支唔支持你啊？我會盡最大嘅努力，爭取市民嘅支持，亦都爭取每一位選委嘅支持。嚟到基層社區，唐英年着咗帆布鞋，但就坐私家車出入。佢解釋，因為行程緊密，先至冇坐巴士。唐英年又話，留意到天水圍嘅交通費貴，令到居民嘅餘下活動選擇都唔多，通常都係落街捉下棋，同朋友飲茶傾偈，好少離開呢個社區。主辦團體話，唐英年仲喺政府做嘅時候，曾經邀請佢到天水圍，但係都唔成功。今次係首次安排唐英年同居民見面，有街坊表示歡迎，但都有人質疑佢只係做 show 挽回民望。亞寬頻電視記者吳子剛報導。我個人覺得啦我覺得係有啲誠意嘅，但係我哋就以前都有啲經驗咧。佢做官嘅時候，我呢遞個信俾佢咧，佢就即係用一啲俗啲嘅講話咧，就叫阿賓叫狗就越叫越走嘅。咁佢嚟到呢度咧，咁我之後都同佢講嘅話，我哋今日一見咧，再見唔知會唔會恍如隔世啦。即係如果真係當選咗特首嘅時候咧，我哋唔知仲有冇機會再見一見佢啦。之前佢一早佢去落區啊，去點樣上天台啊、瞓碌架床啊、爬龍屋啊，呢啲嘢已經之前嘅感受嚟嘅，唔係而家嘅感受。但係我覺得嗰啲疑似嘅候選人咧，即係講下天下就冇敵，做咧俗啲講句就我哋都冇力。